快，听到没有？我搭媽媽架車去皇崗口岸。上課退得有啲嚴重，因為唔係線下課啊嘛。基本上我們那一班的都是跨境生，所以沒怎麼接受到那些本地生。佢對於佢所生活嗰個地方係冇任何嘅情感培養嘅。當你個城市或者甚至乎你呢個國家遇到啲咩危難嘅時候，係冇人願意留低去解決問題嘅。大部分嘅一個跨境學童咧，都係願意返香港。6點半我們就得出門，就是送着他們過關的那邊就行了。對的，他就有問我為什麼要搬到這裡啊？然後為什麼我們不能搬到香港去做啊？我就說因為爸爸工作原因。為了求學，跨境學童每天往返深港兩地。早上6點鐘起床。佢身邊有好多同學咧，都係即係同佢差唔多，或者係香港人住喺深圳，所以去嗰邊讀書啦。佢哋自己揾到佢哋自己想交流嘅同學，因為佢一齊坐校車返學嗰班人咧，應該係最親切嘅。早上。文先生一家4口由深圳來港，為屬跨境生嘅細女準備停課。同學係香港人，正喺天水圍父母姐姐均為內地人。文先生話：對上一次來港已經係2020年嘅1月。我係做嗰個物聯網嗰個硬件開發嘅，我太太係做嗰個茶方面嘅。佢11年先出生，應該係14年到，好似啊。復常嘅時候，嗰班小朋友落到嚟，佢哋唔係學期初啊，佢哋係真係一個中間插入嘅回港證，期待正式嘅開幕。我想睡到早上7點或者6點，有時候6點很亮，我要睡到6點很亮為止。可是我也很喜歡上學啊，很開心的那種。跨境生減少嘅更大原因係2013年政府實施嘅零雙非政策，適齡入讀小一嘅跨境學生數目自2017-18年已經開始減少，參加小一派位嘅跨境學生人數由最高峰期超過3000人，減到2021年度只有472人。有北區幼稚園校長形容跨境學童潮已經過去。